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先安静，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赐给我们美好的早晨，赐给我们勇气和信心，让在教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平安。将来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在这一个礼拜当中，你平安吗？喜乐吗？让我们在今日就是上帝所定的日子里来高举赞美他，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站立，我们来唱欢喜做人的音哈利路亚，
我们是上帝的宝贝，我们。
乌龙水个干，来好。然后蒙爱嘛吧，在安安的多多了，蒙爱的，分开一点可以吗？这个位置应该可以。好，前面还有位置。好，感谢儿主的带领敬拜，真的是天国的子民，耶稣的宝贝。好，有机会开始，我们一同站立，唱这一首诗歌。前两段我们用国语，后面两段用华密斯。
你的保守平安在这周间的带领，这都是主你的恩典。沿着主你的爱，我们不单单用欢喜的心来聚会，来聚到有殿中来敬拜，为的是要更多的思想以及反省我们对基督的信仰，恳求主洁净我们的心灵，领受主你圣经里教导的智慧，让我们所领受的信息成为我们信仰上的帮助和力量。我们也相信你是我生命的主，求主开我们心，无论大事小事，都能看见主你的恩典。谢谢主，也求主赐福我们的牧师以及在座的弟兄姐妹，在你的恩典里面，有你的光照亮我们平安的道路。认识你的人都领受各样的好处，并在各样的挑战里面得胜有余。也求主帮助我们，能用你的智慧，按着你的话语，谦和地带出真理，使人听了能被鼓励、安慰，并把你赐给我们的福分以和睦带到我们的家人当中。谢谢主，摆上祷告，乃是奉靠我主耶稣的圣名求。使徒信经我们用国语来念。使徒信经，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怀孕，由真主平安降生，在本皮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凭主义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的公主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圣灵的复活，我信主生。阿门。请坐，马上。报告，大家翻开周报。我报告下一周主日，下一周主日4月5号，是和堂。当周主日讲道者是我们的阿春牧师，司礼前卫理长老，司宪老巴罗，我们台喜执事，招待陈嘉恩，敬拜赞美第一组，司琴叶嘉玲师母，投影片吴华琴，音控秦朗，当周执周长老高兴的长老。以下因应刚好碰到我们这个清明假期，可能这一周当中的周间的一些机会，有家庭礼拜还有以及祈祷会有暂停一次，有的可能要回乡返乡跟自己故乡，看看自己的家人，看看自己的兄弟姐妹，求主保守你们路程平安。让我们下次的机会是吧？咱们说阿绕来过。今天台湾南右边，我们上周的主日奉献一共是29344，就358，喜欢巴德，给他们都18包有18kita，因kalau上个礼拜牧师分享的信息，新婚kita saya ini pasti saya minta putar yang kita percaya untuk 尊主为大。好的，后面加位消息，
欢迎主内弟兄参与今天的主日敬拜，更欢迎第一次来参与我们樟树教会的大家庭的聚会，在你座位上有新的弟兄姐妹吗？或者是好久没有见面的，好吗？感动。好，感谢神啊！我们也相聚在一起，我们自己拍掌，谢谢神。今天我们进入聚会。报告消息，第一点，本周读经进度的马太福音23章到24章，如果没拿到，请弟兄姐妹到服务台那边索取。鼓励弟兄姐妹为了这个读经运动，那我们可以从中学习读好话、说好话、做好话，大家互相勉励。第二点，2020年第二季的4到6月份的服事总表已经排印出来了哈，请长职及服事同工招待处索取。第三，今天为儿主小钱铺满回家日，请弟兄姐妹上次有带回来那个小铺满，交给我们的校长或者我们的老师，一人祝福弟兄姐妹摆上的圣工。第四，今天请各团契在下一季4到6月份的施工行事历交由行政修香长老这边，或者是不在的话，请那个交给牧师也可以。第五，感谢樟树家庭有关心任何教会的需要，目前教会的酒精已经够用，无需再添购。愿神纪念弟兄姐妹的贡献，献上的爱心，谢谢。肢体消息，第一点，我们敬爱的阿嬷特兄妹姐妹，于3月26号礼拜四早上6点30分，在睡梦中就安息主怀。愿神安慰并擦干遗主的眼泪，并赏赐平安赐福，保守其家人。好姐妹家人也转述因逢国人清明节假期的之故，所以他的母亲告别礼拜定于2020年4月7号礼拜二，以基隆殡仪馆举行，请弟兄姐妹继续为其后事的相关事宜顺利的服事代祷。第二点，请为年长者、肢体软弱者或为遇困境患难的家庭提名代祷，求主坚固的信心，有力量胜过的难处。不一一提名住院的、休养的，请各位弟兄姐妹在你祷告中摆上，谢谢。再来，本周的经文我们一起念哈，万军之好，来，万军之耶和华，越不说，要按事判断，个人以慈爱怜悯弟兄，不可欺压富而聚居的、贫穷的，谁都不可心里谋害弟兄。撒迦利亚书7章4节。最后一点教会底下这个教会事工表请负责的同工或者团契预备下这些主要的主日聚会，为这些聚会做准备。好，献诗耶利米。
圣经我们今天诵读领受。今天我们诵读圣经是在撒迦利亚书第7章8到14节。撒迦利亚书第7章8到14节，我们先用国语，后面再用意思。第8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撒迦利亚说：“万军之耶和华曾对你们的列祖如此说：要按治理判断，个人以慈爱怜悯弟兄，不可欺压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的人，谁都不可心里谋害弟兄。他们却不肯听从，扭转肩头，塞耳不听，使心硬如金刚石，不听律法和万军之耶和华的用灵，
借从前先知所说的话，故此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烈怒。万军之耶和华说：我曾呼唤他们，他们不听；将来他们呼求我，我也不听。我必以旋风吹散他们到素不认识的万国中，这样他们的地就荒凉，甚至无人来往经过，因为他们使美好之地荒凉了。Mu'anis di Cikalia, salah doa Jepang, salah suatu sir, karena saya soal Pak sir, bisa nago, saka siwa, saka pito, pipa, saka palo, tusir. O soal kapang kalian para toh pasal sa jingra mapari mo ako ya ayaw ko pinawalan ako kuya kau mutsulay ko teman namu kau masa sini ata ay kamu masa si ataya ay aga bisan-san to mapunengay ato mapuyutsay awawa ato cara ay amaru aruma pinasatan atau aku sia ay atamdaw aga pipacici hari ang tao sanay saan tapang ikaw rira akaku turutsok mo finalan aku say pitengir ni akulong uden nangraku angla nangra kumatsap tu pokluah ku nika akat nu palucok nangra nau pani sai pitengil jangra tu nipa temakan do iti ayahu ayawai sual atandau tu nanu sual apu sifana saka tata keter kapu jangraan pasolan naku jangrai sai pitengil jangra saka anu turun jangra tapuan lagi saya pas kampun nak jangra sama dia anakku tu diruot no abios apari ko piala jangraan tak kira jangra ini kapahalan aguma kita marwah tu mamalu kohan tu kunini kapahai asra tu awa tu kambau kunini apara tapang今天早上牧师所要分享的信息在撒迦利亚书7章8节到14节，信仰不只是求心灵平安。恭请牧师。亲爱的姐妹们、弟兄们平安。今天早晨是我们的圣餐主日。今天早晨不仅是来崇拜敬拜这位上帝之外，我们也要进行2个月1次的圣餐。那非常感谢上帝的是，今天早晨我们会有2组人马来一起来接受耶稣有1位的成人的姐妹跟2位幼儿小朋友必须由他们的父母亲带到上帝圣座前来一起来领受上帝就在牧师奉父子圣灵的名施行的当下，来祝福他们成为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的一份子。首先各位说非常抱歉的，因为我们的政府已经开始对宗教团体有一些的建议和措施所以今天早上过去我们原本一张椅子必须要做到4到6个人，4到5个人制服的这样一个聚会。今天早上我们为了要配合政府针对宗教界就是属于教会或是民间宗教的庙宇特别提醒100人以上当然包含100人以内建议是体子聚会用那个视讯直播的方式来进行另外一个就是延后办理
同工们有收到来自于中会的关心的这个函也建议我们在100人以上的教会就必须分堂或是分场次来进行聚会。那为了不要受到这次新冠状病毒的疫情的感染，所以教会就不得不把那个多余的不是对不起，是稍后才来聚会的姐妹弟兄就要请他们来到2楼的副堂来就坐。因为我们教会在一体的设备上面不是那么的足够所以也请2楼的姐妹弟兄，请各位见谅。也许只听到声音那我们会尽快请我们的音组的同工把这个设备补齐之后，将来因为4月份有很多合堂的礼拜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做这样的一个措施把人就分流到2楼的副堂来进行我们敬拜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减缓或是减少那个感染的机会。我相信不是相信各位都非常的健康可是既然我们的政府他已经把这份的函文寄到各机关团体的手中了，我们就必须要遵守，就是作为我们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叫做社会责任，在公共的议题上面，我们必须要去遵守我们的社会责任到底在哪里当然牧师也同意按照圣经所说的希伯来书说的，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可是在不可以停止聚会以外，我们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怎么样帮助姐妹弟兄，特别是将来老姐妹老弟兄也许不方便来的时候，这个透过视讯的方式，也将信息透过直播的这样一个方式措施也可以喂养姐妹弟兄们不至于我们将来就会很习惯停止聚会这是教会接下来要做的措施，所以请姐妹弟兄们稍微在这1-2个月里头去尽快的去适应这样的一个教会的做法。所以我不能什么呢打鼓的里风，你们在台湾kita sedekah fakir ko sifo minta tikame patani dikiukai sebanan matalau amatengah saan ko alumanai kaput sedekah alia zabakan cecai akamaraan kita anangan hal katul untuk kita serikakak matalau amatengah saan ya ikurai tadi hari ujuran Gerilan yo kaput di palat di 2楼ya boleh haidan ra. Aratan ikut ni ada hai hawi aratan pakai nang televi kita di rumah matia sakako nangai ngai ko terung ni minatan de terung bahasa sakat tidak matinya apa ini betul no kiukai lumita Rian akulat, saka sepat akulat, saka 5 akulat alatet. Sedekah. Talaan meminta masih maangku pak ini nukiukai masih mana nukiukai kita dan hamba punya ayat besar. 今天早晨我们要进入到撒迦利亚书的第7章的第8到14节，也就是我们撒迦利亚书系列的第12讲。3个主日我们说以斋戒之名吃吃喝喝，对不对？我们的信仰不只是做表面功夫而已，我们是真实要从我们内心里面尊主为大。不只要尊主为大，我们也必须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作为上帝。我们是真真实实的真真确确的从我们心里面去尊崇或者去敬拜这位上帝，以及我们所做的。神就会蒙他喜悦，蒙神喜悦，以及我们所做的阿美语叫做我们才会有步子。你看，波子在啥地方干？行过会干。所以呢，今天循着这样的一个第7章的撒迦利亚书的1到第7节的提醒，今天早上。我们就以信仰不只是求心灵平安为题来再次来帮助亲爱的姐妹弟兄们，今天早上也许牧师要可能用更多的中文跟各位分享，因为时间的缘故。
这一篇文我在网络上面偶尔就读到一篇文章有人就针对基督教的信仰所谓的祷告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发表他们就说哎呀，基督教的信仰里面的祷告好像只是一种心理作用，好像只是一种心理暗示的一种心理学的做法通过祷告尝试透过祷告这个途径，促使自己感受到所谓上帝的临在，所谓上帝的恩宠，或是用我们知道自己的信仰术语叫做透过在圣灵的保守之中，我们向神祷告，透过耶稣作为中保，使得上帝听到我们的呼求，他就闻到了。如果是非常难过、悲伤的，因着我们的祷告，化作一缕青烟在他深处前，那个香炉，那个烟就浸润在他的眼前，以至于那个烟就让上帝的眼睛就流下那个眼泪，那个眼泪就因着从上帝的脸庞滑落下来，就听到我们的苦情，他就看到我们的状况，他就乐意的，他就愿意的就来到从圣宝座下到我们中间来，与我们同在，伸示来陪伴我们，帮助我们。出埃及记第2章到第3章，以色列百姓在约瑟以后的400年时间，他们受到埃及的奴隶。上帝就因为听到他们的祷告，就从深处就下来帮助他们，呼召一位叫先知，呼召一位圣经人物叫做摩西来带领他们出埃及。现在这位弟兄，按照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基督的信仰，祷告不是心理作用，祷告也不是心理一种暗示，祷告也不是一种心理学的一个名词而已，它也不是通过一个仪式成为我们帮助的一种途径。亲爱的弟兄们，基督信仰不是这个样子。我们所认识的从圣经的教导，还是那个在Matiau pagfasa putulong da sa nagaka在pagfasa ya pakai itu tu空气semua da sa nagaka ira kutsai amis asas ayawa yumita mal ya kawas ya tapang wama yes itu advance adem sa nagaka 我们的祷告是有对象的，这个对象我们称之为三一上帝。在圣灵的复庇之下，我们透过耶稣这位我们信仰的中保，向阿爸父神来祈求。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建立在经验，我们的信仰祷告也不是建立在人的感受，我们的祷告也不是因为有一套的非常有理性的思想逻辑。人的经验、人的感受，人会受到环境的影响，会有所改变的。可是，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必须要相信一件事情：作为基督徒，当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是跟上帝在做对话。有些时候，我们引用圣经的经文成为我们的祷告。换句话说，我们身为基督徒的，是因为神的话。我们相信上帝，因为他启示了他自己，他不仅启示他自己，他也从圣宝座下来临在到我们的生命当中。透过这种所谓的普遍的启示，就是所谓的人的提醒，他忽然就在某一天，因为我们发现一些的状况了，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的突发的这些的问题了，上帝就呼召一群人来到我们眼前，为我们祝福，为我们祷告，为我们唱诗歌。上帝也通过特殊的启示、大自然的启示、圣灵在当中来运行，来帮助我们。这一个非常美好的提醒。
并且圣经在基督教的历史当中，透过多方多次的他自己介入人类的历史，帮助相信神的基督徒人来度过每一次的挑战，来度过每一次的艰难。Malang ko singko yung kasal ko mga pulo. Pagka yung pasokling yung tumpang sa kaya atsutas. Mahapinang mida ira kutapar apatir sa kita ng turo as. Yung tumangi kita hawi papanak tingra. Yung mararon kita hawi pagka nira to almanay asalikat kita apa nama kita kainom kita ng salikaka. Pagka yung toto o kesan mita ipakutsan jika kita yang kesal 50. Pagka ito hawi ada hal nila kita saling kaku mungkirangan akcin umita atau salah apa umita azaza. Mahal ko tapang mahal ko singkun dan tunggu. 当然，我们的信仰也要求我们的心灵的平安，这是很重要的一环。可是，我们除了求心灵的平安之外，亲爱的姐妹弟兄，基督徒也必须还要做很多的事情的。在圣经当中是这样来提醒我们。特别刚才我们读了这段经文，之前的三个主日跟各位分享。 因为这些以色列百姓被掳到非常远的国家，我们叫做巴比伦。从被掳之地，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之后，他们就对官长三个主日说，他们就找到祭司跟这些的管理圣殿的这些的宗教界的或者政治界的省长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因为以前的教导，我们现在是不是在4月、5月、7月跟10月仍然可以进行这种禁食祷告？可是上帝在上一次的分享当中，在7章1到4节的撒迦利亚书提醒我们说，他们根本不是为上帝做，而是为了自己的肚腹，为了自己的想望，而去设立这个禁食祷告就是离俗节。 上帝透过撒迦利亚这位先知提醒这个百姓提醒说，真的是没有用处的。我扎卡他们都沙利歪呢，那么我在呢，我是打巴沙利卡。Macam selama ay, macam selama hay kami itakunan. Lugo kami itakunan hay, matiradan na mo atsit sa pakai na falso an mako sa putabang sa dikaka. Kasi manay ko pa ini tamunan sa masama mana sa palabot makusaan. Hadilapin manay sa ang tengil so batang ito. 那姐妹弟兄，特别在今天早晨，当我们去读到第9到第12节这段经文之后，我们发现以色列百姓他们真的是心里刚硬到不行了。圣经是用金刚石这个字，对不对？刚才我们读到金刚石，对不对？金刚石是当今我们是在地球上面硬度最高的，那个硬是很硬的硬，硬度最高的一种矿物。 金刚石，它可以随便一画，玻璃就会变成2半。它甚至比我们海印的那个时候，以前高中的时候有学到那个机械这样的知识。我们那时候还用那个钨钢刀，它比钨钢的硬度还要硬。金刚石。 耶和华上帝透过金刚石这件事情来比喻以色列百姓的刚硬，透过这个比喻金刚石来提醒他们耳朵都塞住了、塞住，都不听。即使上帝透过先知撒迦利亚就跟他们讲说，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上帝的子民，作为一个基督徒，不要随意冤枉人，也不要随意欺压人。 并更不要有去谋害人、杀害人这样的一个的想法。
belum Israel ko tapang pagkaitong pada ayaw itu soal Indonesia bicara aka kematira aka kematira saat setika ikaw diramat ufakloh ufalozok nara mana ay amit tengir sari kakak 不只是不听乡亲们弟兄，先是叫他们不要去做，他们偏偏去做；叫他们去做，应该要做，不做，反而那个叫他们不做的，偏偏反而大你怎么好，而且是加油添醋的去努力的做。 现在姐妹弟兄们，圣经有很多的例子。今天早晨跟师母在早晨灵修的时候，我们读到列王记上的第11章9到11节。旧约的列王记上，一定是个在个红地上那个是在个沙发这方，是个希望当个是在个沙发都是，一定让有高啊，有大包的那个耶和华巴比巴拉。 Ikitanan natusa tatako paaraw ikisan Solomon aka pismat tetapi ihay aka patelas tungangan mako sa kutapan Jehova ti Solomon ikaw rira manaan kami tingin si Solomon sa likaka 现在姐妹弟兄，列王记上11章9到11节提醒我们，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 耶和华上帝2次向所罗门王显现了，说你不要再做了，不要再做了，不要去建丘坛，不要去拜那个假的神明。所罗门王听都不听，反而越做越大，他都为他的妃嫔700个公主。 300个妃嫔，总共1000位为每一个他的公主、他的妃嫔去建那个丘坛，去建立他们的神明的庙。以至于上帝的生气，气到不行。这个时候我们说，要不是看在你老爷子的这个面上叫大卫，我就把你们这个支全部消灭掉。 好在还有一个人，你的父亲叫做大卫，还愿意尊重我，还愿意遵行我的话，所以我就把你这个支主跟另外一个支主留为下来。所以姐妹弟兄们，主日礼拜或教会的任何聚会。 并不是提供给姐妹弟兄，他最重要的理由，并不是给我们提供敬虔或忏悔的信仰活动。你讲不论把别人都来害、不纠改好意，把别人不纠改不打帮好意，在Mitahitan sirai kitanan abizamur dunia asa opo azit 在上一个干嘛不漏？上帝设立主教会，上帝设立主日崇拜，并不是最主要的理由，并不是要让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去进行那个叫做忏悔或是敬虔的信仰活动，反而是要让我们学习在这个空间当中，在每一次的聚会里面。 去学习怎么样去认罪悔改，怎么样让真理的扎根深深的放到而且烙印在我们的心板上。换句话说，我们基督徒的责任是什么？每一次的聚会，就是要把我们所听到的真理，把我们所学到的真理。 要实践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不能要别，那misalnya kita dapat kita ni 放在做这个歌，
Na, nay, itu uray, itapanan, amin, pilihan mako. Saat saya pitengil pinanam namo tusuar mako. Na, nay, yung mahal tu kamu amin hai hawi, yung mahal tu kamu amin pitengil tusuar taramana suar mako hawi. Lahci ini, kapor orib namo saan sarika ka. 那姐妹弟兄，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都连牧师连都承认也同意。牧师也曾经说过这句话，像许多姐妹弟兄都说过这句话，说刘阿叔的父亲刘阿海，刘阿叔的母亲叫张秀清，是一位，他们都是非常敬虔的基督徒，他们都是爱主的基督徒，他们都是爱教会的基督徒。 他们用尽他们的一生来敬拜这位上帝，他们用尽他们的一生去学习这位上帝的知识，叫真理。他们用尽他们的一生，每一天都为他们的孩子们祷告。可是，亲爱的姐妹弟兄，这个行为仅止于这教会而已，并没有拿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在教会学会怎么样沟通的这个技巧，或是这些的教导，我们在教会怎么样已经学习到那个温柔的对话，我们在教会已经学到怎么样去处理判断事情。可是，亲爱的姐妹弟兄，这些年的观察是这样子：我们出了这个教会大门之后，我们都把教会里面的东西都忘掉，我们变得不会沟通。 我们也不太愿意倾听，我们也不想去对话，甚至不想去面对问题。以至于我们的孩子们，每一回在询问我们教会的小朋友们，牧师的家族也是如此，很敬虔，可是并没有把 所学的、所听到，实践在日常生活里。请弟兄们，我们不仅是在教会里面求心灵的平安、求助，我们的义务是什么？我们基督徒的责任又是什么？所以在9到第10节，撒迦利亚书 第7章才这样提醒我们。是这个，一定是个希望当上是个木头，就是说那个，我辛苦你们的，你的孩，你干不给他多的孩，你怎么给他多的孩，少不好，你咋在等于你们的儿子在，咋在比那你们的儿子在，那拉起你们的，我认你们的，啥安不说是那个，不慢。第9到第10节这样提醒我们，我们一起来读，可以吗？我早就预备琴。 我早就命令我的子民，你们要秉公行义，要以慈爱怜悯相待，不可欺负寡妇、孤儿、外侨、贫穷的人，不可蓄意加害别人。这是现在中译本的翻译。牧师分别用1、2、3、4做注记。 撒迦利亚提醒以色列百姓说：“是你们有禁食祷告很好，是你们办理了离俗节，这个很好，你办理了很多大型的活动，不错。可是要把它做出来，这边有4大项，要秉公行义，要以慈爱怜悯相待，不可欺负寡妇。” 孤儿跟外侨或贫穷的，也不可以蓄意的加害别人。请弟兄们，这是今天早晨我们的主题，叫做我们的信仰不只是求心灵平安，一个很重要的诉求的方向，在这4点当中。Kita urai pasoina itu kawan kapang sedekah. Tetapi na apa sipana upang sa asuta ikitanam. Pada itu soal dapat apa kepala
kita yang saling kakak. Nanai hanen kita amilah ci, ambil semua. Kita pingkong sini. Dan muncul kalau demak saling kakak. Bangga ayah muncul sanai pingkong sini.现在姐妹弟兄，我们知道，我们的社会，我们说社会要维系的起来，要让我们的社会跟它祥和，可以相安无事，不会混乱。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行出公义的事情出来，我们就是要有秩序的意思啦。那个秩序是每一个人要负起的责任了。否则这个社会就会乱掉了，不是吗？我爱给秩序，哎呀，的马上来说，你好意，我家有教改你们这个赛，我爱不，哎呀，sebab ini saya kata kapal你们pakai itu，哎呀，share你们tu lehai你们好意，rau kita saling berpulung，我爱不比So ayawan lumita, mungkin kita saling kakak. Sensaka, beliau kita bawa apa sifat kita nanai， 按照公义的准则来做事。好像这次的疫情不是吗？新闻不是常常天天都在报，每天我们有多少人？回来，每天我们有多少人境外被感染的确诊，然后还要居家检疫的，或是要去隔离的。可是这些回到台湾的这些这些我们自己的国人，就觉得好无聊，在家里14天，好无聊，到处跑照，让国人非常的恐慌。前日是不是还有在中和区的一位里长，不是吗？明明知道这个疫情很严重，还跑去那个最严重的，那时候最严重的地区土耳其，回来确诊，没有居家检疫，还开了记者会，说我马上就去居家检疫，可是还到处还回去办公室去处理事情，还跑去买东西。现在姐妹弟兄，我们要说的是，在这边上帝要提醒我们的是，那个秉公行义，那个依照公义的准则来做事这件事情。我们去问他们的社会责任在哪里？我们讲了多少dengan kita？ Ano sa ay kita pitangye tu suar no sefo hawi， ano sa ay kita pitsak dia kongwa no sefo hawi。政府就会介入我们的机会，就让我们关门，知道吗？是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圣经说的。可是，做一个基督徒的社会责任是什么呢？如果每次聚会就社区的人就在那边举牌抗议，就在那边用大声公来讲话，现在姐妹弟兄，我们会受得了吗？社区的百姓还好，大三光社区的居民们都很，就是很善良。大部分的三光社区、大三光社区的里民们、居民们都是好的。疫情发生到今天，并没有来到我们教会来乱。礼拜四的时候去到树林区树光教会，也跟各位报告过了，去进行那个所谓的礼典手册的修订。当天，树光教会的牧师跟俊安教会的牧师就接到树林区公署的电话，社会科的电话。Tapi nasa amilitay, hakwa kutanda lama amilihay. Bimilihay kusaikan lama hawi patfa sama rohaw, bila kusasing haw. Bimisuwad kusaikan ka hawi manam mishayaw, mitay ko zao haw.
你小时候大概有酒精好，别人他们那么，是阿弥在啥里看看？我早哦是按个牧师有时装教会，有准按教会好友，那都是我哋下面马拉松上是按，在阿里还好诶，5 puluh dan 60 dan tahun，当收是按一定我把都真的是阿里看看，按在把都干好诶，把都干都厉害那么好，他们就会站在大门口上岗，按。姐妹弟兄，我们要去对抗我们的公权力吗？我相信这不是我们基督徒从圣经当中、上帝话语当中所学习到的。我们也要对我们的社会有一些的责任在。所以我们就今天早上很紧张，从昨天晚上就很紧张。同工们、姐妹们就想说，怎么样再让今天之后的聚会，原来可以顺利进行。怎么样来帮助姐妹弟兄在每一次的就业当中去填写那个叫旅游史的调查表？怎么样透过待会还要请搞不好只是来帮我们来拍照摄录方式，去坐在固定位置的我们，每一个礼拜都坐在固定的位置上面，好追踪各位。很不习惯，不是知道，会很不舒服，好像会侵入到我们的人权。可是这是我们的社会的责任，我们要秉公行义。按照公义的准则来做事，否则我们的社会不会有和平，我们的教会也不会有和平，也不会有良好的秩序，恐怕只会加速瓦解我们社会跟教会的完整性。所以说，ang gusto pa ini ni Cikarya to ang manay Israel akan tawa sedekah. Itu akan sikiri namu saan. Ulah sudah apa kirim tu ya isaliwaya hananai abumi Ulah sudah apa kirim tu ya taakai asaupu. Arau hanhawi. Saya pakai ini kita kuasa. Saya pakai ini nakal soal mahwa kami cuma patiran. Tidak aziz saya mereka kamu sedekah。今天求神帮助我们怎么样通过上帝的这些的教导，来负起我们对社会的一个基督的责任。在都上要以慈爱怜悯来相待。大概就乌拉还有sini ada， 好以。sebab ini kamu saan， 要以慈爱怜悯来相待。亲爱的姐妹弟兄，慈爱怜悯这个字的意思是真实的心，而不是应付的态度，是真实的，是真的。所以那时候要他在把他们把不来啊，真在。对待别人要真诚，对待人要真诚，是用真实的爱来对待人，用诚实的爱彼此的对待。换句话说，上帝要以色列百姓要用慈爱怜悯来彼此来相待，对人忠诚，对别人所托付的事情用真心的态度来完成它。各位所以follow jo kuya suri nai pinangan wai bilahji tuya aturutan jima ataya dema saat saya patspaai saya tu bisa lama ai follow jo sangat 对人要忠诚，对他人所托付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以真心的态度来完成来执行。所以，姐妹弟兄，这里提醒我们，当我们真心的以慈爱怜悯来相待的时候，
我们就不是用施舍，我们就不是用同情的态度去对待我们的家人，不对待我们的会友，对待我们的朋友，对待我们的同学，对待我们的同事，对待我们的邻里社区的居民。我们不是用那种施舍、同情去对待比我们更加辛苦的人，而是用对待我们自己的方式，爱我们自己的方式，也用在别人的身上。我就说，你也是跟你方式做到。还是爱人如己，什么好？我调那个乌拉当多都当多难都当哦是干咩？要先爱好爱护自己，先要保护好自己，之后也用这样的一个态度，对爱自己的态度，全然的去对待我们所面对的任何一个人。就是把别人当成自己一样的精神，我们才会打破那个社会那个阶级那一套，我们才会打破那个就是用施舍、用同情这样的一个态度去面对。当然要有智慧，要不弄。我并不是对待每一个人都毫无目的的，我是无条件的。实际上要有智慧，也曾经跟各位分享好几回了。今年还没有发生，在2019年以前已经发生好几起。因为平常都是牧师就一个人在教会，对不对？除了我们打扫教会的同工之外，因为都是牧师一个人的教会啊。好几回就会不明人士就来教会，有老的，有年轻的，有壮年的，有男的，有女的。目的就是要都是他们有很大的困难，往往这个人呢，心太软，你们知道有些时候听就有问题，可是还是愿意把这个钱包打开了，去支持这些人。所以往往就说：“哎呀，牧师，我一定会还。”隔天、隔2天我就会还，你找打个3年嘛，对不对？甚至还有一次还更有意思，我都不知道我钱包里面还有钱，我以为就200-300块而已。我想说就给他就好，200-300块对我来说并不这么大，就一打开2-3千块，我就是看，我也看他。然后我想说，到底给他多少？全部吗？还是就1张？最后算了，钱财是外之物，就拿给他。有求于我，虽然各位听好像很愚蠢，我求上帝纪念，但是我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撒加利亚提醒我们，要用慈爱跟怜悯来珍重孝道。我们的信仰不是只有求心理平安而已。不可欺负寡妇、孤儿、外强或贫穷的人。阿加比3对呀，不能爱，都娃都。rumah ayah Filizatan, asal kakak upah Filizatan dan Sa'an。事实上，我们这边提醒我们的，不可欺负寡妇、孤儿或是贫穷人。我牧师真的相信各位不会去做这件事情。我们不会去欺负寡妇、孤儿或是贫穷的人，因为我们自己都是贫穷过来的，对不对？Masalahnya cuma kita dan selika kaum atau asai. Iti hok kita. Yumiria kia dunia roh minta hok hawi. Saya kumalupit saya ka kita selika ka.
不要在啊，我的米带地下好。Mafana kita saling berpuluh. Tadi kita ini Hoko, ini Nantang, ini Toyin, ini Kilong, ini Shizi, Haoyi. Sesuatu sakit serius kita material. Mafana kita, bapakyo zai kita. Sesuatu mana ai, seai kita api, sam tu bapakyo zai. 怎么着？不是的，相信我们不会去欺负那个寡妇、孤儿跟贫穷人，因为我们的家族、我们的家庭本来就不是很富有的、很富裕的。我们非常清楚那个情境，就是唯独外情这件事情。牧师这边要说一说，也是一个提醒。好几次观察到。 当我们的家人为我们的长辈去申请一些外籍移工朋友的时候，你要去把那个"外佣"这个字改掉。外佣是一种歧视性的字眼，我们宁愿那个比较中性的用语叫外籍移工朋友。以前我们不是也做那个叫做外劳吗？特别是阿美族。 是在座的有好几个长辈，我们所认识的，就跑去新加坡，跑去沙烏地阿拉伯，不是吗？那时候我不也是做外劳？我还听到我的兄长，我家族的兄长，或是其他的长辈去到沙烏地阿拉伯，这边的辛苦，常常被人家欺负，不懂得他们的话，也不知道怎么表达，就被他骗得好惨。 亲爱的姐妹弟兄，当我们的家庭有能力来申请这些外籍移工的朋友来协助我们家庭的长辈的时候，请也尊重这些人离乡来到异国的这些外籍的朋友，尤其是现在姐妹弟兄很寒冷，在前2年非常寒冷。 我就看到，不是就看到有一个，曾经协助到我们长辈的一位外籍移工的朋友，穿得非常的单薄，然后不穿着短裤，咚咚咚咚咚咚跑去那边买东西。我说已经上会了，我就去好心去问，因为我知道这个外籍移工朋友曾经来到我们教会。 很好心的来问他，怎么回事？这么冷，没有外套吗？我不知道，我也没有查证，好，我没有查证。他自己是没有外套，还是他的主人、他的老板没有给他钱买外套？我不知道，我没有查证。他只是这个外籍移工朋友说没有，他就很冷。 刚好我旁边有夜间部的同学，吧，他的外套有一件外套就拿下脱下去，拿给他，刚穿上。人家也是人生父母养，对不对？也是吃五谷杂粮长大。我们会了，这些人也会了。 好几次牧师也看到，兄弟也看到，我们对待这群外籍移工朋友的态度真的很不友善。求神帮助我们现在的姐妹弟兄。当我们读到圣经说不可欺负寡妇、孤儿、外侨跟贫穷人的时候，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是一视同仁。 在kita pipi sakinah saling kakak， 我们不偏待，我们是一视同仁来对待，好像爱我们自己，爱这群，非常辛苦的从其他国家来到台湾的外籍移工朋友。
申命记24章19到22节这样出现。因为我这里看到，dosa Tuhan yang bersifat Jepang, siwa bersifat bangsa dosa Tuhan yang dosa不限。把兵按上，你们收割而忘记带回家的谷物，不可转回去拿，要留在田里，让外侨、孤儿和寡妇拾取。这样，上主你们的上帝会世世赐福给你们。你们摘橄榄，摘了一次以后，不可再去摘剩下的，要把剩下的留给外侨、孤儿、寡妇。你们摘葡萄，摘了一次以后，不可再去摘剩下的，要把剩下的留给外侨、孤儿和寡妇。要记住，你们曾在埃及做过奴隶，所以我命令你们遵行这诫命。Saan salika ka? Itili mo ko. Pasipa ni Moshe kita na. 牧师真的相信，以色列人积极对待这些社会上的弱势的人。这个法律，即使今天对最民主的国家来说，我们都远远的没办法做到。以台湾的福利来说，我真的不可能做到这些这么好的对待。路德记不就是讲这件事情吗？就如做干咩？away mo tahinira sa likaka dengan atsaya akan itu inaniran ko sa po Naomi to sa ama ore 相依为命。他去到那个波阿斯的田里，你看那群波阿斯邀请了这些的协助他来帮忙收割的这些的他们的工人。他们没有把那个所有的麦子全部收走，不是吗？路德记不是讲这件事情吗？亲爱的姐妹弟兄们，摩西以色列人积极对待社会上比较弱势的人，即使在今天的台湾这么讲究法治跟讲究人道的这个台湾，对于这些对待弱势团体的相关措施。老实说，有很多时候我们还真是做不到。就求神帮助我们做基督徒的，不是讲给他三个不弄。当我们看到，对，也许各位会跟牧师讲说，在上面等于要说人归呀，要把他妈爱，米西马米的不带动呀越南印尼菲律宾。Sakita, selama anda nak kaya hai, betia bisa bangga hai ikitanan saat soal macam itu soal kan sampai ser dah Saudi saat kita macam kata yang Sakita. Ini macam tu, sangat ayam tu amis ayam pasti panak cingkau. 那我们也要约法三章，我们是老板啊。就好好跟他说，一次不会2次，2次不会3次，3次不会4次，5次、6次、7次、8次、10次、20次，就好好的带。不是的，相信你们也会带出一个很好的外籍朋友来服侍我们的家庭。可千万不要像以色列人一样，当他们没有遵行的时候，会引起上帝的愤怒。上帝会向他们讨回来的。Kalau belum, orang tidak pada sudah bersekolah kita. Yutsa ay pijama pitu tu usual tapang Israel ira tanda hawi. Irama araw nila ipada sa sarili kitaran no tapang sangra, setiang tapang sangra sa ka.
上帝会愤怒的，上帝会讨回来的。圣经当中说的很明白，不可虚加害别人。我们当然不会很刻意的去害别人。如果摩西的律法就要求一些鳏寡或是贫穷或外侨的人要给予必要的协助跟帮忙的时候，他都禁止不要让我们去伤害人。那个虚与加害的事情更不要我们去做，而且上帝也不容忍。可是有意思的是，圣经当中也有这样的例子，不是吗？非常经典的经文，撒母耳记下12章第10节，这告诉我们说：你这样违背我，抢了乌利亚的妻子，你的家将永远脱不了干净。这是说谁？各位知道吗？大卫爹，大卫。大卫他是刻意害他的，我们经中叫做弟兄，或叫做同袍，是吗？他的属下，行吗？乌利亚，如果是看中，再有一次奥萨马红帝是叫咩？是大卫帝。萨古以色列教你拉萨安，罗阿斯4点在萨安3-4点，米兹摩尔的古其他的萨安。他在夏天的下午，太阳即将要西下的时候，因为太过无聊了，太过平静，没有什么事情做。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在他的王宫的那个露台呀，就东看看西看看，就看到一个裸体的女子，他的眼睛就发亮，到处打听这个女子到底是谁，怎么那么的美艳？一打听之下，不打听还一打听之下，哇，乌利亚的妻子，乌利亚的太太，这么美的太太，想办法把她抢过来，也想方设法要陷害乌利亚，是吗？乌利亚，没想到乌利亚是一个不仅是血真正的汉子，也是对国家非常的爱护的，他保卫他的国家，他要做好他自己做军人的责任。大卫叫他回去，无缘无故睡在那个军营的门口，下面，大卫实在是一不做二不休，然后就设计陷害乌利亚，让他自己到前线里面去，然后军队撤回来，让乱箭射死乌利亚。有上帝通过先知拿单说这些话，这样违背我们讲的乌利亚的妻子，你的家将永远逃不了刀剑。圣经其实很清楚告诉我们，蓄意加害人，不但说引起上帝的愤怒，而且上帝一定会追究到底。你看，撒迦利亚先知，这位先知提醒一些百姓，你们务必要听话，你务必要遵守我的话。信仰不只是寻求心灵平安，而在任何的时刻，当我们面对圣经的时候，会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加清楚怎么样活出基督的样式。2020年到2021年，教会的主题叫做“齐心侍奉，主里合一”，会有个刮胡，对不对？叫做什么？9个字：有好话，说好话，做好话。我哎呀，不说了，不帮谁个干？我当大外不说了，好棒！有20分的那个
uni apa tamtawai kita asal hari. Namai bahci nunda di porip numita miswar tidak ayai tamtawai aswal. Saat saya itu uyo sudah aswal serikaka pasata numita uni aswal. Hari ini itu maupun dasar serikaka. Demakan menabung ayai apa? 把它当在外12的半。当愿意读上的话，读这个好的话的时候，求神也帮助我们在上这个好话里面的经历。该温柔的时候就温柔，该谦和的时候就谦和，该有节制的时候就有节制，该有仁慈的时候就有仁慈，该是要和平的时候就尽力和平。 但是要尽力忍耐的时候就忍耐到底，但是尽力要争取的时候，求给我们智慧去好好的去把它完成。把它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此，圣经告诉我们在何西阿书旧约何西阿书第6章第6节，我们一起来读可以吗？这是现在中英本的翻译，我邀请给请。 我要求的是坚定的爱，不是生计。我要我的子民认识我，不要烧化祭。这边很清楚告诉我们现在几个弟兄，上帝要求我们的，这要求何西阿那个先知那个时代的人民说，我要求的是坚定的，当这个盖亚乌拉马布萨岸，我给乌拉阿迪嗨，他说不是只有生计。 不是只有把它干打我在上面干，需要怎么来帮？我要我的百姓要真真实实认识我。那这那么masih banyak ditakwanan saan, baku sasipanaan, ulah ulah bukan ulah misalnya misalnya saya kata， 那个爱其实包了很多的责任。 不是就口头上的爱，爱其实是一个很多重的责任在里头。现在几个弟兄们，神的每个应许都是用信心的去打造。如果想持续得到这个应许，就在神的应许里面，就必须要读在神的话里。 当我们什么时候转向神，我们什么时候就会蒙福；当我什么时候远离神，我们什么时候就会受到他的咒诅。我hakwa kita bisa mapana bisa siur jangan hari. Jika kita Malaya ko sa palaman kita na. Yo hakwa kita manakay amisi ayaw amiliat na kapan dahil itira apa amalaya kita takai dapat ikat kita dan sendiri. 因为圣经的话，这个经历是，因为我们在追求我们的信仰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是只是祈求那个心灵的平安，能帮助我们的今早上至少有4个原则，我们要去把它尽力的完成。不是不敢说要我们全部都会达到，其实帮助我们在其中的1项到2项，那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就尽力的去达成，你就可以通过我们好的生命，就从开始，就是从我们的家人，不要去妄想用我们的信仰去改变这些。牧师不太相信这些的歌词里面的这些意涵。我们要直到定期去改变这个世界。不，我们没有那个能力。坦白说，我们不是天天坐搭飞机去到世界各地，不是。我们就是帮助，就在我们自己的我们能力的范围之内，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职场、我们的邻舍、我们的朋友，就尽力的完成。
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所以说，我们不能拿来，我们拿给他摆给他放给他咱，我们啦，这个叫怎么样辛苦？我们一起来祷告。现在主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的生命是何等的让人羡慕。因为主，你不单单只是宣讲一套道理，而是主，你将你自己的生命显明出来，透过耶稣基督。主上帝，愿我们都可以都愿意来跟随你，主要像一个明光照耀一样，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主上帝，巴不得我们在地上的每一天都可以成就你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就的每一件事情。主，好让我们在每一天都活得有价值、有尊严，并且将我们的责任我们也尽出来。主上帝，求你继续祝福我们，带领我们，叫我们的生命在你的面前每天可以更新变化，每天都可以发挥调和的力量、光照的作用，并且可以祝福感染更多的生命。因为我们知道你会在我们中间显示出你的良善出来，显示出你的作为出来，以至于当我们越认识你的良善的时候，我们就被你来吸引。当我们的生命要成为你的良善的时候，主就会帮助我们，我们的生命就会显露出你的良善出来。因为亲爱的圣灵，你也继续在我们里面，每一位姐妹弟兄的里面来工作，叫每一位姐妹弟兄的生命每一天都更新变化，并且可以结出你好的果子。主上帝，也求你继续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变成一个活泼的见证，在许多人的面前见证你的公义。现在主，我们甚至要祈求你的公义早日临到这个地上，帮助我们的社会，帮助我们自己的地方，甚至我们自己跟这里的百姓都愿意降服在你面前。所以愿你在你的公义当中继续彰显你的同在，并且用我们的生命去见证你的话语，见证你复活的大能。主啊，继续使用我们的生命，好来引领更多人来转归向你。因为我们实在知道，我们的信仰不单单只是寻求心灵平安，而是主求你帮助我们尽我们基督最大的义务跟责任，来荣耀你、见证你。谢谢主，听我的祷告，奉耶稣的名。这个时候，我们预备心，我们一起来唱这个诗歌，就进到我们下一阶段的我们的服事的行列，我们进到我们的圣餐里头。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求主充满我跟十架》组合的歌曲的诗歌。这首诗歌在这个系列最后面，这个写两个头发上去协助一下可以把它收到，把它放过来。不是这首，对，谢谢。
们要来告白他们的信仰，接受洗礼。待会唱到名字的我们的个人或是家庭我们就分别把我们自己跟我们的家人带到台前来。那今天早上的成人的部分要进行坚信，进行坚信。那这位待会要接受坚信的我们的会友他的名字请快速的来到台前来。所以就是帮助我们，进行这个坚信的信仰告白的时候，我们也好像我们自己这个家人一起来到神圣座前，不仅是向神告白我们的信仰，我们也向这些恶者魔鬼来宣告，我们愿意信靠这位上帝，成为耶稣基督他的儿女。这件事情就是来保守。求神继续来恩待，使我们所做的，既都顺利，既都平安。这时候我们就请高翠莹姐妹来到台前来。这位姐妹高翠瑜是我们神嘎嘎的孩子。早上的时候已经在2楼跟小慧有一些对话我们也接纳了在小会里面接纳了我们的姐妹翠瑜她的分享，而且得到小会同胞的勉励跟祝福。要接受这个时刻的所谓的信仰告白，坚信这个信仰告白他的信仰，成为属耶稣基督的儿女，并且可以一起成为这个大家庭的一份子，成为教会的参会。这个仪式结束之后，就求神帮助我们，希望来包装成一个不拢咱pada mga yang tulong ko sa umita siya ayaw to ya di tutun ojo yang sa ka na di chui la ching ya ka ya不漏。亲爱的姐妹弟兄们，我们得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变化的。这位站在我们面前的姐妹高翠云，在她还小的时候已经接受幼儿的洗礼，在我们的小教会之前，在樟树2路342巷不是小教会，已经接受由家人带到神的圣座前接受婴儿洗。今天早晨接上这位姐妹站立在上帝的面前，站立在天使跟恶者面前，站立在姐妹弟兄的面前，告白他的信仰，接受坚信之后，就可以接纳，并有份于今天早上的圣餐，主要可以分配。就是我们在举行这个仪式前，让我们再次来祷告，我们再来看。亲爱的耶稣，这个时刻，我要把我自己亲手要放在你的手心痕当中。因为今天早晨，你仆人所说的每一句话，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求你来坚固、坚立、坚定。耶稣，我相信，若不是你的帮助，你仆人手所做的就枉然劳力。亲爱的耶稣，我恳求你。
并且在十字架上所受的鞭伤，所流出的宝血，帮助我们众姐妹弟兄，他们在奉主的名做这件事情、做这个仪式的时候，不仅是你同在，所以因着你复活，带有炮能力临到你的仆人身上，以及众姐妹弟兄的生命当中。使我们领受了你发亮的活水，使我们领受了神极大的恩典，也领受到了极大带有能力的祝福，以及我们手所做的工，就按你的成就，按你的心意来成就。亲爱的耶稣啊，愿你临在亲爱的圣灵啊，愿你去来保守运行在我们中间。亲爱的父上帝啊，为你垂看、垂听、垂领你手所做。然后我们透过这位姐妹的告白和信仰，我就成为你的儿女，得到你属天的基业，并且我们有份于参与奉你的名所设立的招助教会和大家庭当中的份子，和领受的恩典跟你的祝福。耶稣继续恩待我们，保守我们，继续赐福我们，帮助我们享受挑战。谢谢主，听我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亲爱的高春姐妹，你幼儿的时候已经随着父母来受洗，连结于耶稣基督，成为那个时候樟树教会的信徒，属于他。上帝的恩典，让你透过你的父亲培育你长大成人。今天，你自己要在上帝跟众人面前来承认，当时你的父母替你所立的约，告白你的信仰，重新归属上帝，奉献自己给他，重新立誓，一生一世都服侍他。所以我们的主耶稣曾经这样对我们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所以我劝勉你，必须告白你的信仰，在上帝和众人面前诚实回答牧师所问你的每个问题，可以吗？下一次我呼籲我哋啲可以跟这位姐妹，跟她问几个立约、誓约的问题，我觉得去帮助没有祷告的心托住。高翠云，你深信上帝为你的是父，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圣灵上帝是你的宝贝师吗？是。高翠云姐妹，你是否诚心认罪悔改，并信靠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功劳，你居然连罪得到赦免？高翠云姐妹，你单依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他，一生一世走他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你愿意这么做吗？请姐妹弟兄一起来站立，呼吁的主人。这位姐妹既然已经告白她的信仰，愿意承认接受耶稣基督成为她生命中的救主，愿意也乐意的在前些日子，当牧师为她上了圣灵课程之后，她也诚心的在上帝面前反省她自己，悔改认罪，来接受耶稣基督，并且在今天早晨用坚定的心智来告白。他幼时他还不清楚的时候，他的父母亲把他带到上帝面前，为他所立的约，他重新有个告白在上帝面前。这件事情这个时刻，求神来恩待，需要恩待。高出于你幼儿时已受洗，这时你自己也已经告白你的信仰。我奉靠教会的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也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樟树教会小会的权柄来接纳，成为我们樟树教会的陪伴会员，有份于主的筵席和新约的恩典。亲爱的主上帝啊，求你在这个时刻就去建立你自己
的圣名之外，主啊，求你继续帮助我们建立你自己的教会，也允许保守到世界的末了，都来恩待你的教会跟姐妹弟兄们。主上帝，我们感谢你对这一位主啊，从小你所赏赐恩典的姐妹高翠云愿意在这个在刚才来告白她的信仰，来相信你，接受你成为生命中的救主。我们为此向你感谢之外，我们也感谢你，使教会因着他愿意接受你、相信你，也接纳成为彰助教会的一份子，来亲近上帝，得到极大的喜乐。主上帝，我们还要感谢你，通过这位姐妹的告白，主啊，你让她有份于基督的身体。主，我们要感谢你，让她跟在信仰上得到很大的培育。就在待一会儿的时候，你在生活上，主啊，求你继续帮助她，继续因着她愿意读你的话语，你就潜移默化她。通过圣灵的帮助，你常常来保守他；通过天父上帝所赏赐下的恩典，与他同在，使他不仅是身体强健，康健，他的灵魂也要兴旺起来。谢谢主，主啊，再一次要求你恩待我们姐妹弟兄们，在这件事上面，主啊，在我们的生命上面，也都为我们注上这个注记，使我们在今天早上不仅是见证神的美善、神的作为，我们一同欢喜快乐，就如同在天上也有许多已去的圣徒，也看到主啊，有一个昨晚的一个姐妹也愿意来接受你的时候，主啊，在天上也是如此欢喜快乐一般。所以，亲爱的主上帝，愿你从上面来的能力继续保守这个姐妹，继续恩待她，让她永远属于你，在生命里面天天靠着主的名来长大成熟，直到她离开这个世界的末了的时候，你都如此来照管。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门。请坐。现在牧师要颁证这个坚信你的证书，里面的注记内容我要附送。高翠云姐妹出生于主后1976年2月22日，小儿洗礼于彰助教会，联喜牧师是黄崇武牧师。坚信你的时间是主后2020年3月29日。本教会为陪偿会员高翠云在上帝和众人面前告白信仰，经小会接纳为陪偿会员，此证愿上帝赐福您。主后2020年3月29日。在每一次颁证的时候，牧师都会说一句话，对不对？每一次的就是当在那天愿意接受耶稣，不论是洗礼、告白坚信你告白，那天就是我们第二个生日，所以2020年3月29号就是我们第二次生日，重生的生日。把这个证书就颁赠给翠云姐妹，我们一起来拍掌。然后之后我们请我们的小会来接纳，因为疫情的缘故，我们就用那个叫什么集拳头是吗的方式来祝福接纳我们的姐妹高翠云成为教会的一份子。谢谢。我们邀请她的家人，待会也一起来上台来，好不好？家人可以吗？给翠云和家人。好，再次将荣耀归给上帝，也都是翠云。一个家庭，可不可以邀请那个伟杰跟梅山？请问在楼上吗？请他们下来好不好？带他们一对女儿，在2楼，请他们下来，谢谢。
亲爱的姐妹弟兄，按照教会的规矩，按照张处教会的规矩，慧云的孩子可以在小的时候可以来领洗那小会接纳之后定日起，就在今天要让幼儿领洗的父母亲就抱着他们的孩子，就站到台前来，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跟为他们的孩子来协助他们从小的时候透过他们为他们的孩子跟上帝所立的约，从小就一起来陪伴他们一起长大。也请记得，亲爱的姐妹弟兄拥有孩子的不是只有这一对夫妻，我们都是这个孩子子宇跟子渊都是我们的孩子，是张处教会的孩子，是大家庭的一份子。我们就有这个责任跟义务一起来陪伴他们，我们有这个责任一起来义务的来教导他们让他们可以一生都走在主的正道上面。所以我其实跟梅山今天上午不是就你们2位，我是跟着我们的姐妹弟兄一起来领受这个上面的祝福。亲爱的姐妹弟兄，请听主耶稣基督设立洗礼的话。他从死里复活以后，还未升天以前，曾经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可福音这样记载说：“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都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虽然我们的孩子还不明白这个事情，可是上帝的祝福，这个应许仍然归到他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的孩子也是恩典的后裔，也是恩典的后裔，上帝所要祝福。上帝用洗礼的方式来带领他们成为这个张处教会大家有一份子，也成为我们的孩子，归属耶稣基督，成为上帝的百姓。所以伟杰跟梅山，今天上午你们的孩子要接受婴孩洗、幼儿洗，你们必须要在上帝众人的面前，在姐妹弟兄的面前，来为你们的孩子来带他们告白信仰。你们愿意这么做吗？记得不是就今天，是每一天都记住，今天上午牧师跟你们代替我们孩子这个誓约，都要成为你们的帮助跟祝福。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用这样的精神、这样的态度来带领你的孩子，你愿意吗？就请听牧师要跟你们2位誓约。好，没有问题。请问是子宇吗？子宇，你很可爱。我杰跟梅森，你们信上帝是你们的天父，耶稣基督是你们的救主，圣灵是你们的宝贝师吗？可以回答牧师，我相信是，我愿意这样好。重新再问哦，重来。苏伟杰、徐梅山，你们信上帝是你们的天父，耶稣基督是你们的救主，圣灵是你们的宝贝师吗？你们必须依靠上帝所赏赐的能力，将基督的真理与信徒的责任教导你们的孩子，用祈祷跟好的行为来养育这2个小孩，让这2位姐妹的所作所为都可以遵照上帝教会的教导。你们愿意这么做吗？
既然都已经回应了刚才牧师所问的誓约的问题，愿神祝福你们跟你们的孩子们，帮助你们坚守这个约定。再次来提醒，不是就在今天上，是每一天都要遵守这个约定。亲爱的姐妹弟兄，我们一起来站立，呼应了别人。有请同工来协助那个写字文书。那姐妹弟兄，这时候牧师要用同工手中所捧的这个温水，来为两个小朋友子渊。等一下会有水在头上，不用害怕哈。子玉你也是哈，等一下会有水从头上流下来，会很舒服，可以吗？徐子宇牧师要奉父、子、圣灵名为你施洗。我奉圣父、圣子、圣灵名为子宇的施洗，阿门。所以他不会很冰寒，他会温柔。徐子渊，我要奉圣父、圣子、圣灵名为你施洗。徐子渊，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阿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我们一起遵照耶稣基督的命令，让这两位小朋友子宇跟子渊蒙接纳进入樟树教会，成为樟树教的魏培昌会员，有份于新约的恩典。今天这两位孩子的父母亲跟姐妹弟兄们亲自做这个见证，并且愿意分担责任来培育子宇跟子渊的信仰，直到接受长大成人，来重新告白他们的生命和信仰为止。天父上帝，求你继续来保守照顾这两位孩子，引导他们将他们的身体跟灵魂每一天都分别为圣，也透过他们的父母亲的帮助以及众姐妹弟兄的协助，使这两位小朋友的智慧跟身量，并和上帝和人的喜爱他们的心都一起来增长。愿主你的恩典丰丰富富的，不仅是赏赐他们的父母亲，也赏赐了这两位孩子的生命的当中，并且引导他们每一天都平安的经过孩童时期，救他们脱离少年人的诱惑，直到成人的时候，再一次告白他们的自己的信仰，而且坚持到底。主上帝，求你爱子耶稣基督的曾在拿撒勒人享受世界的家庭生活，也照样在这对夫妻的生活的当中，家庭的里面。主，所以我们恳求你去祝福这两位子宇跟子渊的家庭，帮助他们的父母亲和所有愿意照顾陪伴他们的人，都满有智慧和温柔，让这两位孩子在你的爱中渐渐成长，继续来荣耀你。所以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小伙子，请坐。你有看到眼睛？好，照样好。要颁证小的洗礼证书，好，这两个证书，牧师可以把它就是护备起来，好，不要让它放在那个橱柜，让它长灰尘哈。虽然很贵重，也常常就放在你的书桌看到的地方，常常作为两位父母亲的提醒。好，我只读一份小的洗礼证书。是证明徐子宇系本会苏伟杰属徐梅山之女，
出生于主后2016年12月9日，于主后2020年3月29日，在彰化教会由刘阿春牧师领幼儿洗礼，本教会奉父子圣灵的名洗礼，并接纳为本教会小会员特使圣名，愿上帝赐福您，赐福您主后2020年3月29日。照样今天将来他们还有个生日，就告白的时候，所以请记得今天这个日期只要提他们3月29是他们接受耶稣祝福那一刻。子曰：恭喜你们拍掌好吗？所以恭喜你们今天有拍掌。我们照样现在小会员来主编要用集权的方式碰拳的方式来祝福他的家人。嗨，阿公阿妈真都要时常把这个这个因为新冠状肺炎很难耐，所以讲masalah usaha masalah kita rumah peterian mari kita ambil ayat hawi pertama kuliah atau pakul hau 我们没有回收，我们没有就是带回去，这是非常特别的经验，对不对？只有在今天我才用这样的方式，过去都没有我带回去做一个纪念，可以的话，你在上面写着刻上日期吧所以说在某月的主日，用非常特别的方式来领受今天上午的饼跟杯同样饼也是我们用这个夹链袋放进去，目的是待会在拿的时候就不会碰触到，接我们的手碰触到饼本身我们要确保我们的安全你也可以领受，好不好？可以的，来呀所以谢谢小会员准备这个圣餐用品跟同工们就是帮助你早上这个仪式都经过属灵的平安，所以牧师要再次奉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是属于他的教会，按着教规当地教会的教规一起完成洗礼的每位姐妹弟兄，包括刚才的翠云姐妹，我们今天早上一起来守主的圣餐所以亲爱的姐妹弟兄们，请听主耶稣基督对凡归向他的人所说恩典的话。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所以主耶稣曾经在告诉我们说叫我们去注意这个圣灵点它带给我们的特别的意涵。请我们注意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说的：“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注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日日洗，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洗，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值得到他来。”现在姐妹弟兄，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主耶稣说：“
这是透过耶稣的血所流出来的血，身体所流出来的血，这是一个新约祝福我们。我们每次喝的时候，都一定要喝血，因为是要纪念耶稣。所以在小以前，牧师要再一次按照耶稣当时所做的，在小以前，波比就递给他的门徒，并且用祝福的心来祝福他的门徒跟我们的享用。所以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再一次来祷告，我们不能再提到，亲爱的耶稣，谢谢你，主，你愿意因着背负我们的罪，甚至你牺牲你自己，来到这世上道成肉身。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上帝，我们也感谢你，你差派你就是个爱子来到我们中间，并且让他完成他的使命，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中复活。谢谢天父你的成全，也谢谢耶稣你的救赎，使我们这些有灵的活人，可以在有限生命当中来领受你的饼跟杯。主，为了纪念你永远的赎罪记，我们再次来到你圣座前，我们谦卑的恳求你，差你的圣灵在运行的中间，帮助今天上午在你面前为你分别为圣，领受这饼跟杯的姐妹弟兄们。你透过饼跟杯的领受，帮助我们的灵命得到特别大的培育，并且让我们深刻的再次感受到主你的同在跟你的恩典，帮助这个弟兄们再去记起、唤醒那个当初愿意接受你立约的那个时刻，那么再一次一生的愿意交托给你，将我们的生命放在你的手线当中，为你所用。主啊，让我们的生命在这世上继续的经历的为你而用来传人美。主啊，祝福我们的仪式，也祝福我们的享用，那么可以在你的恩典当中继续的成长，继续的让我们的圣灵。谢谢主，听我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现在我们邀请我们的男性同工一起来到台前，一起来。弟兄们，主耶稣说这是他的身体，为我们舍的，我们应当如此行，这是纪念耶稣的身体。我们要帮好塞给他巴拉，也是当然，我们给他好好给他好等，我们就把西巴拉当然。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纪念耶稣。请记得我们楼上还有姐妹弟兄一直楼下。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兄，这是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我们应当如此行，为此纪念耶稣。咱们一起来领受，不要怎么样？当耶稣把饼拨开递给他的门徒之后，就像刚才我们所做的一样，领受完饼之后，耶稣就拿起那个杯，向着门徒，向着我们这样说：耶稣说，这杯是新约，是用基督的血所设立的。我们每当喝的时候，应当如此行，为了纪念。有马的wilayah pilihan yes sawa ngira kami ya kita pada wilayah kami atau ia tidak takdir soal sehingga uni ada takdir hal pakai berbeza dengan akhirnya bisa pak muhai katakan sedangkan yo kumaan kita kami hanya mengharapkan masih banyak yes untuk soal ngira kesalahan 这杯是新约，是用基督的血所设立的。我们每当喝的时候，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耶稣。我首次邀请我们的女性义工，请来到台前来。这杯是新约，是用基督的血所设立的。这杯是新约，是用基督的血所设立的。这边是新约，是基督血所设立的。这边是新约，是基督血所设立的。这杯是新约，是用基督耶稣的血所设立的。我每当喝的时候，应当如此行，为此纪念为我们所牺牲的耶稣。一起来领受，为了荣耀。现在姐妹弟兄们，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跟每位姐妹弟兄在。这时候我们来唱一首诗歌，耶稣的宝血，我要跟耶稣。
待会我们就请我们的童工来找老人为我们做这一场这个仪式结束的最后祷告。
谢谢你赐给我们健康的身体，赐给我们今天早上能够平安的来到你的身座前来敬拜赞美你。主，谢谢你，今天你的话语教导我们，主啊，我们不是只有表面的来敬拜敬虔，表面的来到你的身座前来敬拜你，主啊，而是我们要真真实实的在你面前活出你的话语。主啊，是的，我们要，主啊，我们今天所听到的、所学的，要用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来活出你的话语，活出你的教导。主啊，我们要行公义，要有一个求怜悯的心，我们要善待我们的外侨、孤儿、寡妇、贫穷的人。主啊，我们也不加害于人。主啊，谢谢你的教导。主啊，我们今天早晨也祝福我们今天早晨，天心仪的翠云姐妹以及子瑜、子珊，他们在你面前所立的约，也求主纪念赐福他们。谢谢主。主啊，我们今天早晨弟兄姐妹的奉献，求主悦纳，使我们不论是实际奉献，或是我们金钱，或是才干，主啊，你都悦纳。主，谢谢你，主啊，让我们在我们的信仰上面能够更加坚定于你。谢谢主，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这个过来该你们是把那拉丢，我们看一个那样，把它拿走。圣灵的感动、交通、团契，常以愿意用真理跟诚实的心来敬拜，并活出主你他们生命的姐妹弟兄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公条拉山，后面那个招待桌那边还有哈，这个小姑男今天没有带来，下个礼拜再带来这样子哈。还有那个等一下会后的时候，我们儿童的老师请到2楼，我们有一些事情要讨论跟一些事情要讨论哈。以上，谢谢。大家平安。有一点报告嘛，我们松年给到我罗年好，都是教会里面，那里端读是个米大是佛龙，你们家也是几十，上个礼拜4，这个在国路其他在看看在大里，那我做那个端是个米大佛龙马尼拉，这个好的很的。这个礼拜2，这个不算的那礼拜这个，那个松年团契，这个还有厉害，这个sarana这个，到马那里松年生日，我就到那边去，这比蛮少，嘛那个多，在那边不是单那些叫做晚上。平时这个时间呢，你那个时间你说，马上爱多把这些你还有对这个rumah，你mana mereka itu mahu kehannya, cuma satu mama nasi kita si Zaid, kalau si Nada, payau gitu tuh, artinya rumah rumah, anu suara dosa, nyano sungien, apa yang nasi sungien. Pokoknya itu daerah Nusung年这个6月20号，当时31号我们报名在这个，平常我干事们的，我总干事no，西北中会嘛这样的，我知道，那我们你别过去噻，当时都那干部但是我们的干部有5位嘛好，然后我们当下6月20号，这个我先给你报名。报名费1个人是150块，是我们松年团契的会我们那个是你报名，这个我们要记得要注意到这个我们松年的团契的活动，那么什么呢？还有活动中以后的呢，我们活动的参与到这个活动里面的西米松会的松年部的团契活动不算第二站。弟兄姐妹平安。等一下会后结束，我们妇女还是练一下我们妇女公告日的流程，请妇女们都留下来练。练真剩下这最后几次了哈。好，谢谢大家。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是不亲人，就哈利路亚。把打上去了。那个可到，我教你们一个方法。妈妈的国法，其他不少。各位那么，你们的双手拿出来，拿出来，然后跟着我，对，1、2，好，1、2、1，练了1块。手有没有很舒服？有没有？软软的好。好，谢谢你们的鼓掌。但是呢，很感谢他们的配合。上个礼拜，那么说，他们跟我呢，kita nama belum tahu。Masalah kamu一定要戴口罩，好，一定要遮住你们的。要保护自己，好。所以马路跟我等下有其他的礼拜。Ya kau sepatutnya kalian aku nauhan. Tidak aku yang minta nauhan tidak bisa kita tahu. 你知道看，我们有做这个防疫，kita kesaksian kita kecuali kita保重自己的身体，才能够大安。下个礼拜你记得也要戴口罩，好，谢谢大家的合作，好。
来，然后我把他的手下，把他当公共场所尽量带好，要不然人家用异样的眼光去看你。好，平安寿，平安，漂亮，你的。